华视好新闻，南投有一间面档，头家娘提供免钱的爱心面，予善者需要帮助的人。若是有困难，佮歹势讲出嘴的，嘛无要紧，用写的写落来，嘛会当来食这个爱心面。讲8年落来，这个面档的谱啊，已经写满着2大本咯。头家娘讲，有人接受到帮助了后，重新振作，佮回头来点来捐款，帮助其他的人，互这个面档的爱心会当一直传落去。食饭时间，南投大路边这间面店有不少人客来排队买面。有年纪的头家娘一个人，家己若是煮面，互人客食咧，嘛免费煮面，互善车需要帮助的人食。不错啊，对社会回馈啊。附近的民众拢知影头家娘的面档有提供爱心面，壁顶嘛有挂一条写急救困难的人会使免费食面。假使有困难，毋过歹势讲出嘴嘛无关系，用写就会使。2大本写甲满，内面拢是头家娘帮助过的人。伊提供爱心面8吨外，印象上深的是一个人客带来。一个人客带来啦，你讲啦，我就讲咱遮有食爱心面啦吼，伊大足客气哦，伊若热，我就讲不要紧，你等下有一天你若爬起来，通来帮助他。头家娘提供爱心面，也会为对方加油。半久了后，对方转来面档。谢谢啊，你谢谢啦，无你吼，这碗面吼我爬袂起来。这就是头家娘做爱心面的目的，每少人接受伊的帮忙，渡过难关了后，嘛转来捐款，帮助其他需要帮忙的人。大家这拢人捐的钱啊！壁顶搭啊高规大摊的红纸，拢是善心人士捐款的金额。善心伫这间面店不断的轮回。40块，其实可以救一个人呢。头家娘讲，家己嘛辛苦过来的，知影人生就是有歹过关卡，但是只要即使伸出援手咧，搁较困难的关，拢会当过。